主后2023年1月初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罪要控制你，你着家己制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24节。迄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该阮，讲：我对上主的帮赞得到一个后生。后来夏娃阁生该阮的小弟阿伯，阿伯是雇羊的，该阮是做事的。过一段时间，该阮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予上主。阿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搁肥的羊献予上主。上主喜爱阿伯甲伊的礼物，毋过无介意该阮甲伊的礼物，该阮就真受气，变面。上主对该阮讲：你是伫受气啥物？你是安怎变面？你若行为正直，敢毋是会得到接纳？若无，罪伫门口长等你，伊要控制你，你着家己制服。该阮对伊的小弟阿伯讲：咱来去野地。伫野地时，该阮攻击伊的小弟，甲伊杀死。上主对该阮讲：你的小弟阿伯伫倒位？伊讲：我毋知，我敢是咧固守我的小弟的人。上主讲：你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恁小弟的血对第二对我哀叫。你杀死恁小弟，得开喙接受伊的血，当你要对土地受咒诅。你正直，袂当得到修成，你要伫地上流离失所。该阮对上主讲：我的刑罚伤重，我担当袂起。你今仔日赶我离开即个地，袂当搁见你的面。我四界漂流，拄着我的人会甲我杀死。上主对伊讲：既然安尼，杀死该阮的会受7倍的报应。上主就甲该阮做一个记号，才免拄着伊的人甲伊杀死。该阮就离开上主，去住伫埃甸的东边罗得的地区。该阮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怀孕生以诺。后来该阮去一座城，用伊的囝的名甲迄座城号名叫做以诺。以诺生以那，以那生米户雅利，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，马土撒利生拉灭。拉灭娶2个某，一个叫做阿代，一个叫做西拉。阿代生亚伯，是游牧民族的祖先。伊的小弟犹伯，是弹琴分晓的人的祖先。西拉生托伯该阮，是制作铜铁逐款器具的人的祖先。托伯该阮的小妹是拿玛。拿灭对伊2个某讲：阿代甲西拉听我讲，拿灭的某着说字听，人伤我，我要杀伊；少年人害我，我要互伊死。杀该阮的报应若是7倍，杀死拿灭的报应一定77倍以上。罪要控制你，你着家己制服。人的内心若充满愤恨、嫉妒等苦毒，就容易躁怒、情绪失控，产生攻击行为，甚至犯下谋杀的恶行。犯罪者真少会自首，
通常会想尽办法稳藏恶行，通逃避法律的制裁。总是真侪杀人灭迹的事件，最后由原坠落救出。杀人者终究难逃法网，需要承担救济的刑罚。人类史上第一桩谋杀事件，是该阮杀死亲小弟阿伯。引发这桩谋杀案的最后一支稻草，是兄弟伫咧献祭的时，上主接受阿伯的祭物，无接受该阮的祭物。阿伯是顾羊的，该阮是做事的。圣经对该阮的献祭轻描淡写，讲伊带一寡土产，要做祭物献互上帝。对阿伯的献祭，讲伊对羊群中选出头上仔上好的羊仔来做祭物献互上帝。对简要的讲述中，通看到兄弟的对比。该阮对献祭的态度轻率，阿伯对献祭的态度慎重。阿伯的献祭显出伊的信德和对上帝的恭敬，所以上帝介意接受伊的祭物。该阮的祭物无受接受，是因为伊做人失败。该阮并无对上帝干那接纳阿伯祭物的代志，来反省上帝为虾米拒绝伊的祭物，反倒当伊真受气，变面袂爽。上帝就对该阮讲：你是伫受气虾米？你是安怎变面？你若行为正直，敢毋是会得到接纳？若无坐伫门口长等你，伊要控制你，你就甲伊制服。上帝指出，该阮无尽本分，是做不该做的代志。咱虽然知影该阮究竟有啥物该做的事无做，对伊的反应却会当感受到伊搞怪袂乖的个性。上帝警告该阮，罪要控制伊，总是伊必须爱制服罪。毋过，该阮并无制服罪，反倒设计谋害小弟。伊对阿伯讲：咱来去野地，却趁机谋杀小弟。犯合恶行的该阮，掠做甲小弟的尸首藏起来，就无人会知影。总是上帝减袂无发现。上帝试要互该阮承认罪行的机会，就问伊：你的小弟阿伯伫倒位？该阮却不满应讲：我毋知，我敢是咧固守我的小弟的人。所以上帝直接揭发该阮的恶行，质问伊讲：你哪会做即款代志？恁小弟的话对第二对我哀叫，你杀死恁小弟，地开喙接受伊的话。上帝惩罚犯罪的该阮，互伊受咒诅，袂通阁经历田地，就算耕作，土地也袂有出产。该阮要成做流浪者，伫地上世界漂流。默想，我捌对人心怀嫉妒、愤恨、受苦毒、苦楚无？要安怎制服罪，无受罪控制？我捌对人心怀嫉妒、愤恨、受苦毒、苦楚，要安怎制服罪，无受到罪的控制？咱来祈祷。监察人的心的天父，当我犯错的时，我知无论我逃闪去倒位，拢无法度逃离你。只有认罪悔改，我才通搁再平安来到你的面前，领受你的慈爱。求你帮助我，无互罪控制，
会通制服罪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